近年好多老人家同家人反映，話政府本來係出於好意，一年俾得2000蚊，累積上限有得去到8000蚊嘅長者醫療券，去到某啲藥房或者診所，竟然變成咗人哋眼中心中嘅肥豬肉。好端端一張醫療券，政府想幫老人家減輕醫療負擔，點知落到去某啲無良商家手上面，就變成咗掠水工具。今日阿港佬就要踢爆呢啲海鮮價格客手段，教大家幾招超實用嘅防飽自保術，等大家以後去用醫療券嘅時候，唔會再被人當成傻仔咁隻。我哋先嚟睇下，點解政府當初要推出呢個醫療券計劃。政府喺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最初係俾70歲以上嘅長者用，一年得嗰500蚊。後來政府見效果唔錯，就一步步改善。喺2014年將合資格年齡門檻降到70歲，2017年再調低到65歲。而家只要你年滿65歲，每年就有2000蚊醫療券。如果嗰年用唔晒，仲可以累積落去，上限更加係去到8000蚊咁多。呢筆錢本來係想鼓勵各位長者多啲去私營醫療市場做檢查，睇中醫、睇西醫，買所需嘅藥材，等大家唔使下下都去公立醫院排長龍，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預防醫療。出發點真係非常之好，但有句俗話講得好，政策係好嘅，但往往落到下面就變咗味。呢幾年阿港佬收到好多街坊同朋友嘅投訴，話有啲不法藥房或者冇良心嘅商戶，一見到老人家拎住長者醫療券入嚟，對眼就即刻發光，當咗老人家係會行會走嘅提款機。最常見嘅手法，第一招就係海鮮價。平時你入去嗰間藥房買一盒普通嘅中藥材或者某款保健品，現金價可能只係需要150蚊。但當老人家問呢度用唔用得長者醫療券啊？店員一聽到醫療券3個字，態度即刻變。話用得，不過用醫療券就唔係呢個價啦，用醫療券要480蚊一口，你話係唔係離譜？差唔多貴咗3倍喎。店員仲會用一套歪理去忽悠老人家，話咩醫療券係政府俾你嘅免費錢，唔用就嘥，貴少少咪當係政府買單咯，你自己又唔使出真金白銀。好多老人家一時轉唔過彎，聽落覺得好似又有道理，結果就咁樣被商家隔咗一刀。但大家諗下，呢啲醫療券係你嘅額度，係用嚟睇病救命嘅。被商家咁樣高價扣除咗，到你真正發燒、感冒、牙痛或者需要睇中醫調理身體嘅時候，你戶口入面嘅醫療券就經已所剩無幾，到時咪又要自己掏腰包出真金白銀。第二種常見嘅掠水手法就係強行搭售同埋誇大病情。有啲老人家可能只係去藥房想買少少調理氣血嘅中藥，或者去睇下診所。點知某啲無良店員或者中醫一睇到老人家戶口入面有幾千蚊醫療券額度，就開始吹到天下大亂，話老人家，哎呀阿伯，你呢個氣血虧虛得好嚴重喎，唔吃呢啲花旗參呢啲高級鹿茸，好快身體就會出大問題啊！然後就唔理3721，夾硬叫老人家買一大堆根本用唔着，甚至係品質平平但標價極高嘅昂貴補品，一扣就扣走老人家3000甚至5000蚊醫療券。更有甚者，第3招仲會玩偷雞摸狗嘅手段，暗中扣多錢。有老人家返到屋企先發現，自己明明只係買咗幾百蚊嘢，點知收到政府嘅簡訊通知或者睇返扣款收據，發現戶口入面竟然被扣咗上千蚊。原來係某啲無良店員利用老人家眼花，睇唔清表格或者唔熟悉電子扣款程序，喺老人家簽名授權嘅時候，私自改大咗個金額或者重複扣款。大家聽落係咪覺得好憤怒？呢啲錢係老人家嘅保障，點可以咁樣被人呃？所以阿港佬今日就要教大家幾招防餃自保術，無論係老人家自己去定係做子女嘅陪屋企人去，都一定要記緊呢幾點。第一招防貧自保術，叫睇清標誌，專去合規機構。政府規定，只有註冊嘅醫療服務提供者，例如註冊西醫、註冊中醫、註冊牙醫、註冊脊骨神經科醫生、註冊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放射診斷師、註冊視光師以及註冊藥劑師等，同埋有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嘅認可機構，先可以接收醫療券。而且重點提醒大家，政府係嚴禁醫療券用嚟單純購買純利潤性質嘅日常用品、名貴藥材或者保健品。如果有一間藥房，店面乜標誌都冇，甚至連註冊藥劑師或者註冊中醫駐店都冇，但又大肆宣傳歡迎使用醫療券買燕窩、買三用，咁呢間藥房10成10係有問題。大家一定要認住政府發出嘅長者醫療券標誌，最好去返有信譽嘅診所或者政府認可嘅醫療機構。第二招防膨自保術，叫先問正價後講付款方式，呢招極之重要。大家入去買嘢或者睇病嘅時候，千萬唔好一入門口就講我用醫療券啊，
你應該先好似普通顧客咁問清楚呢個服務要幾多錢，或者呢啲中藥抓一劑要幾多錢。等對方講咗個明確嘅價格之後，甚至等對方寫落單據之後，你先至拎出身份證，話要用長者醫療券付款。如果對方喺你提出用醫療券之後，突然間改口話要加價，要收手續費，或者話用醫療券就冇優惠，咁你就即刻知呢間係海鮮價無良商戶，你完全有權利即刻拒絕消費，轉身離開。因為政府嘅指引係明確規定，商戶唔可以因為顧客使用醫療券而收取額外費用，或者實施差別定價。第三招，防彭自保術，叫核對金額，睇清楚先簽名。每次使用長者醫療券嘅時候，醫護人員或者商戶都必須要列印出一張醫療券使用同意書或者扣款收據俾老人家簽名。各位老人家，無論你幾急或者眼花睇唔清，都千萬唔好盲目咁喺張紙上面簽名，一定要叫店員或者陪同嘅家人讀出嚟聽，今日扣咗幾多蚊，戶口仲剩返幾多蚊。一定要確定張紙上面寫嘅扣除金額同你今日實際消費嘅金額係完全一模一樣，先至好落筆簽名。如果覺得金額有問題或者有疑惑，寧願唔簽都唔好隨便授權。第四招，防彭自保術，叫善用智能手機同政府系統查賬。而家科技好發達，政府亦都有相應嘅系統，子女們可以幫屋企嘅老人家下載或者登記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透過醫健通，大家可以隨時隨地查到老人家戶口入面仲有幾多醫療券餘額，仲可以睇返過去每一次嘅扣款記錄，包括係邊一日喺邊間診所或者機構扣咗幾多錢。如果發現有任何唔尋常嘅扣款，例如老人家嗰日明明冇出街，但戶口竟然有扣款記錄，就可以即刻發現同埋追查。第五招，防彭自保術，叫勇於舉報，唔好姑息邪惡。如果大家真的不幸遇到咗海鮮價嘅無良藥房，或者懷疑被人違規扣除咗醫療券，千祈唔好因為嫌麻煩或者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選擇吞聲忍氣。你嘅忍讓只會令呢啲無良商家更加猖狂，去呃更加多嘅老人家。大家可以直接向衛生署長者醫療券組舉報，或者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衛生署係會對有問題嘅商戶進行調查，一旦證實商戶有違規行為，政府會即刻取消佢哋接收醫療券嘅資格，甚至會交俾警方跟進同處理，追究刑事責任。講到呢度，阿港佬亦都想對做人子女嘅朋友講幾句心裏話。我哋平日工作忙碌，有時真係未必可以每次都陪爸爸媽媽去睇病或者買藥，但老人家年紀大咗，有時思想比較單純，加上以前節儉慣咗，好容易被商家啲甜言蜜語忽悠。我哋做子女嘅，平時抽少少時間，多啲同老人家溝通，教下佢哋呢啲防騙資訊，或者幫佢哋 check 下個醫健通餘額，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舉動，其實就係最貼心嘅孝順。長者醫療券係政府俾各位長者嘅一份心意同保障，希望大家可以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過一個尊嚴同健康嘅晚年。呢筆錢係屬於各位老人家嘅資產，一分一毫都唔應該被無良商家掠走。大家一定要記緊阿港佬今日教嘅呢幾招，精明咁使用自己嘅醫療券。最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嘅資訊實用，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嘅長者朋友、爸爸媽媽同埋街坊老友記，等更多人睇清無良商戶嘅招數，一齊做個精明嘅香港人。我哋下一集再見。